今日為大家介紹呢一個獨立式嘅商業物業，佢係位於1366 South West Marine Drive，佢係好近 Grenfell Street 嘅一個核心位置，正處於 Vancouver 同埋 Richmond 嘅交界，正面可以見到 Arthur Lane 橋，有龐大嘅車流，廣告效益極強，可以為品牌帶來源源不絕嘅客源。室內嘅空間明亮而寬敞，主樓層嘅面積大約有3600尺。跟住我哋上去2樓，二樓嘅辦公室樓層大約有2000尺。跟住我哋入到辦公室嘅另一個區域，呢一度嘅樓底係非常之高嘅，另外仲有個好開揚無阻擋嘅景觀。地皮嘅面積大約6705尺。呢個係屬於 C2 嘅松寧，可以經營多種不同嘅行業同埋生意。今次呢一個係極佳嘅黃金投資機會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請聯絡我啊！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Johnny。